互来继续来看金门纪念着823炮战满65周年，明仔载要来举办活动。郭台铭甲侯友宜今仔日拢到金门，两个人嘛拢针对着金门提出着政策。郭台铭是带来着和平的宣言的政改版和平创意，侯友宜是提出着通电、通气、通桥、金厦新三通，而且来宣布要推动着经贸示范区，甲打造医疗的专区。虽然两个人拢到金门，但是两个人同台做伙出现的几率真低。一整场民众的热情欢迎。823炮战的纪念日前一天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来到金门举办造势活动。我进一步在这里要提出金门和平倡议，我要在此郑重宣布，即刻起，我会立即筹备成立金门和平倡议基金会。那过党的人来到金门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嘛伫同一天在惠灵机启程，两个人除了参加823的纪念活动，嘛分别讲到金门政策。过党的是提出着和平倡议，是金门和平宣言的政改版；侯友宜是讲到通电、通气、通桥的金门厦门新三通，而且宣布推动经贸示范区，以及打造金门医疗专区。今年是823炮战65周年，郭台铭跟侯友宜都会排定安排来到太武山军人公墓来参加追思公祭。但因为刚好是大年的关系，总统也会出席，所以考量维安管制，郭台铭跟侯友宜可能彼此错开时间，王不见王。因为蔡总统8月23号迈来到金门参加纪念仪式，和侯友宜参郭台铭见面的机会出现变数。当两个人赶场走行程，地方人士的举动嘛正做焦点。其中金门县议长洪文典的态度尤其关键。侯市长要请您。国民党真的很奇怪啊！怎么样奇怪？我不要讲太多。身为天贵派洪文典进前捌拒绝做侯友宜金门竞选总部的主委，如今郭台铭参侯友宜两个人来到金门做势车拼，是要安怎拼到离岛参军系票源，嘛考验到双方阵营智慧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